前一日中環分店職員仲催緊會員加簽3年長約，點知第二日朝早大門就鎖上粗鐵鏈，門口貼住一張冷冰冰嘅暫停營業通告。銅鑼灣同灣仔嘅旗艦店同一時間人去樓空，消委會個熱線即刻被打爆，單月接獲投訴涉及嘅金額好快就重破8000萬蚊大關。原本諗住強身健體嘅中產苦主，企喺商場門口完全反應唔過嚟，好多中產會員3萬蚊私教套票一堂都未上，信用卡每個月仲要繼續硬食分期供款。前線教練仲慘，被拖欠2個月底薪，連佣金成4萬幾蚊，成間公司話執就執。今日我哋直接穿透連鎖健身巨頭嘅運作死穴，一步步拆解信用卡退款保障、爭議處理機制，話你知點樣向破欠基金索償打贏。呢場資產防衛戰，連鎖健身房過好幾十年，最中意喺核心商業區插旗。中環同銅鑼灣萬樂巨鋪裝修到皇宮咁豪華，單係每月租金同人工就已經係天文數字。佢哋全靠不斷收新會員、大額預繳嘅套票，用未來幾年嘅現金流去墊付當下嘅高昂營運成本。一旦遇上消費降級、新客源斷流，成個龐大嘅資金池眨下眼就徹底乾塘。一邊係傳統連鎖店嘅苦主，手握幾萬蚊廢紙合約，投訴無門；另一邊新興嘅智能健身房，主打按月收費幾百蚊，客流反而穩定增值。以前班會籍顧問圍住客仔高壓推銷3年長約，喺今日嘅市場環境之下，已經徹底失靈。蘇希沙一見到預繳大額套票，個個跳頭走，舊模式嘅營運神話全面瓦解。過好幾年，呢類長命會籍一直被包裝成中產健康生活嘅象徵，好多人以為簽咗長約就等於賺咗平價優惠，但現實好殘酷。當財團嘅現金流一旦斷裂，呢張包裝靚麗嘅合約即刻退化成無法退款嘅金融陷阱。你以為買緊專業健身服務，實際上係幫機構承擔隨時清盤嘅商業風險。前線教練同苦主回軟，就算日日去到消委會求助，亦好難喺短時間內攞返分毫。實體店嘅招牌燈箱仲未拆，內部已經一片死寂。更深層嘅風暴，其實早就喺金融系統內部搞象。當大門被鐵鏈鎖實嘅一刻，真正嘅噩夢先喺中產會員嘅信用卡賬單入面正式引爆。受害嘅中產會員第一時間登入網上銀行，點知打開個信用卡戶口，即刻睇到眼前一黑。就算健身房已經落墨鬼門，每個月幾千蚊嘅分期供款依然準時過數。發卡銀行嘅系統完全唔會理會實體店有冇開門，只會冷冰冰咁準時扣走你戶口嘅真金白銀。呢間連鎖巨頭嘅營運數簿其實早就千瘡百孔，單係一間萬麗嘅核心旗艦店，每個月嘅租金開支就已經超過35萬蚊。前線嘅健身教練平均被拖欠底薪同佣金高達45000蚊，而普通中產會員平均損失18500蚊。部分簽咗3年長約嘅苦主，損失金額更加超過5萬蚊。傳統健身房嘅商業模式本質上就係一場危險嘅預繳滾雪球遊戲。佢哋每個月要應付極之昂貴嘅商廈地租同埋龐大嘅前線佣金。管理層唯有逼教練係咁推銷2年甚至3年嘅長約套票，佢哋用未來幾年先要交付嘅服務現金去夾硬填補眼下每個月幾十萬嘅固定開銷。只要市場一直有新客往入，呢個龐大嘅資金池表面上仲可以勉強運作，但係一旦遇上經濟環境逆轉，市民開始捂實荷包，新客源即刻斷崖式下跌。當每個月收返嚟嘅新錢遠遠追唔上35萬嘅租金黑洞，成個資金鏈就會瞬間斷裂，演變成無法挽回嘅清盤危機。好多會員即刻打電話俾銀行，要求終止每個月嘅信用卡分期扣款，點知銀行客服嘅回覆直接將苦主推入深淵。銀行明確表示，當初簽嘅分期合約法律上屬於獨立嘅無抵押個人貸款，銀行一早就將全額款項過咗俾健身房。而家會員必須繼續每個月硬供，1毫子都冇得減。呢種合約架構等於將全香港嘅中產蘇希沙推入2次收割嘅陷阱。蘇希沙原本以為自己每個月只係支付緊當月享受嘅健身服務，點不知喺金融機構嘅條款入面，你一早就孭上咗
一筆幾萬蚊嘅個人借貸，實體店一執笠，服務即刻歸零，但係負債就要自己一力承擔。真正令人窒息嘅地方，在於成個風險轉嫁嘅機制。大財團利用富麗堂皇嘅裝修做包裝，吸引 Sophie 哈簽下長期合約。實際上佢哋係利用無辜會員嘅個人信貸額度，去幫呢間重資產企業模式墊付天價租金同營運成本，風險全部留俾散戶，利潤就一早落入幕後股東嘅私人荷包。過好幾年，好多人以為買踴躍套票係精明中產抗通脹嘅消費方式，但喺殘酷嘅財務現實面前，呢張合約嘅本質根本唔係消費，而係一筆極高風險嘅無抵押融資。你用自己辛苦賺翻嚟嘅血汗錢去揼一間連鎖店，3年之內唔會執笠。呢場底局從一開始勝算就無限接近零。前線教練同基層員工同樣被呢個畸形制度玩死。教練為咗追逐高額佣金，日日硬住頭皮向熟客推銷大額套票，甚至幫公司墊資部分費用。點知到頭來幾萬蚊薪金化為烏有，仲要面對熟客嘅東路追討。大業主眼見租金收唔到，亦毫不留情，即刻入疍法院封鋪，徹底斷絕生路。眼見公司大門緊閉，苦主會員同被欠薪嘅教練唯有將最後嘅希望寄託喺法庭清盤拍賣之上。大家以為鋪入面咁多進口器械變賣出嚟，點都可以分翻幾成賠償。但係當破產清算嘅清單正式放喺啲面嘅一刻，冷血嘅法律清償制度即刻粉碎咗所有人最後嘅幻想。法庭委任嘅清盤人正式接管灣仔菲林明道分店，幾名身穿西裝嘅清盤代表面無表情咁推門入去，將全場幾百件重型器械逐一貼上資產清算嘅黃色標籤。門外企滿收到風趕過嚟嘅會員，個個隔住塊落地玻璃，眼金金望住平日做開運動嘅器械。現場氣氛凝固到極點，好多苦主心諗，全場咁多外國名牌進口器材，買翻嚟嗰陣屋啖都幾球嘢，變賣點都值翻啲錢。但係殘酷嘅二手拍賣市場即刻俾咗大家當頭一棒。呢批看似高檔嘅健身器械，一旦拆卸搬走，二手拍賣嘅殘值往往連原價一成都唔到。全場變現出嚟嘅現金遠遠低過大眾嘅想象。大型商用跑步機同器械架體積極之旁，大清盤人要揾專業團隊拆螺絲，叫大型貨車搬運，再加埋租用臨時貨倉嘅費用，每搬一部都要倒貼大筆開銷。二手買家喺拍賣場上面睇準清盤人急於清場，出價極之苛刻，好多時幾萬蚊一部嘅器械，幾千蚊就俾人執走。更加致命嘅係，拍賣器械收翻嚟嗰筆少得可憐嘅現水，首先唔係攞嚟分俾苦主。根據破產法例，第一批有權分錢嘅係清盤人同會計施行嘅專業行政費用、律師費、清盤官日薪、拍賣佣金層層扣除之後，成個資產處置池入面根本就一滴水都冇剩，連稅銀都分唔到出嚟。就算真係有極少數嘅剩餘資產，根據香港嘅公司清盤條例，法定嘅償債順序亦冷血到令人絕望。排喺第一優先順位嘅係持有抵押資產嘅發行銀行同金融機構，緊隨其後嘅係手握實體租約嘅商廈大業主。呢班大機構透過浮動抵押同租約條款，一早就鎖死咗所有值錢資產。相反，預先俾咗幾皮嘢買套票嘅普通會員，喺法律地位上只屬於最劣後嘅無抵押普通債權人。你手上面將會員合約同收據喺清算程序入面根本毫無防禦力可言。大機構分完一大輪之後，資金池早就乾塘。排喺最尾嘅散戶會員，最終清償率通常都係零基層教練同前線員工嘅處境，同樣被制度逼入死角。被欠薪幾個月嘅教練唯有排隊去勞工處登記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但係破欠基金嘅特惠款項每一項都有法定賠償上限，代通資金、累積假期同欠薪根本冇可能全數追得返。辛苦幾個月嘅佣金直接化為烏有。對比基層打工仔同苦主會員嘅慘況，幕後嘅財團股東早就利用有限公司架構全身而退。分店通常由獨立嘅空殼雞棚持有，母公司一早就將核心利潤透過管理費抽走。當分店資產變為負數，大股東只要拍拍屁股宣布清盤，個人資產完全受到法律保護，毫髮無損。
呢個就係成個法定清盤制度最冷酷嘅本質。表面上好似有一套完整嘅清算機制，實質上成套規則從設計第一日開始就係優先保障金融機構同大地產商嘅利益。普通數披薩用真金白銀預繳嘅資金喺成條優先清償鏈條入面，注定淪為最無辜嘅犧牲品。好多會員去到呢一步先驚過報警，無用消委會亦冇執法權去小額錢債審裁處告一間已經清盤嘅空殼公司，就算贏咗場官司，亦只係攞到一張冇得執行的判決書。常規嘅法律追討途徑喺精密嘅商業破產防火牆面前被層層堵死，散戶完全冇還手之力。當所有舊式嘅追討幻想徹底破滅，成個市場嘅消費生態亦被逼迎來翻天覆地嘅改變。傳統連鎖店嗰套依賴重地租大額套票滾雪球嘅吸血模式已經無以為繼，常規退款途徑被制度層層堵死，而傳統預繳重資產正迎嚟按月收費輕模式嘅全面清算。商業大廈電梯大堂入面，傳統健身房嘅會籍顧問仲喺度極力拉客，催人簽3年長約，但係行去對面新式24小時健身房門口，會員只係攞部手機出嚟，輕輕掃碼就自己入榜。一邊係極度被動嘅高壓推銷，另一邊係完全自助嘅無人體驗，強烈嘅反差喺同一條走廊即時上演。新興嘅智能健身房徹底捲覆咗舊有規則，佢哋主打每個月自動扣款，月費只係幾百蚊，完全唔需要客仔預先揞荷包買大額套票。鋪位選址更加精明，專門避開一線核心地段，揀喺住宅區或者二線商廈租幾千尺實用空間，成間鋪嘅營運成本只係傳統萬里巨頭嘅2成左右。呢種輕資產模式將固定開支壓到極致，場內無前台接待員亦冇死通爛打嘅銷售顧問，全靠智能按鍵同雲端桶24小時運作，冷氣同照系統全部自動感應調節，連清潔保養都採用外判流動隊伍，極低嘅固定租金加埋自動化管理，令營運負擔大幅減輕，唔需要龐大現金頂住。最關鍵嘅財務護城河在於每個月穩定嘅現金流入會員，每個月準時扣款，就算有人退會，下個月隨時有新客補上。呢種模式賺嘅每一分錢都係當月已經交付咗服務嘅真實收入，唔存在未來負債。經營者每個月計清楚毛利，手頭永遠保持健康嘅鹽水，完全唔怕資金鏈突然斷裂。反觀傳統萬安巨霸，為咗養住核心商廈嘅龐大開支，將所有壓力轉嫁落前線。教練唔係專心教動作，而係變成孭住沉重業績指標嘅推銷員。佢哋被逼每日狂打電話，喺更衣室圍堵會員，夾硬叫人買幾百堂私教課。當運動空間變成高壓弄客戰場，顧客體驗早就生厭無存，大家只係想盡快逃離。新一代嘅蘇弗沙早就睇穿咗預繳套票嘅把戲，大家寧願每個月俾幾百蚊，享受自由出入嘅清靜空間，都唔肯再簽低幾年賣身契。當大眾集體用腳投票，傳統巨頭嘅客源迅速流失。以前靠新客套票填補舊債嘅運作方式，喺失去源源不絕嘅新血之後，成個體系即刻失去平衡，陷入無解嘅惡性循環。新舊模式嘅攻守位置喺短短1-2年間徹底調轉。輕資產智能健身房憑住極低嘅入場門檻同透明定價，迅速喺全港各區插旗擴張。佢哋無需依賴大額金融信貸，每開一間新店都靠真實嘅月費盈餘支錢。相反，傳統巨無霸面對不斷縮減嘅客源，根本無力負擔高昂地租，只能眼白白睇住地盤被蠶食，市場嘅話事權已經完全轉移去數披薩手上面。大家開始明白，健身只係日常生活嘅一部分，根本冇必要為咗虛名去幫商廈大業主供樓。透明、靈活、無負擔嘅消費模式一旦喺市場確立，就再冇人願意回頭。傳統連鎖店引以為傲嘅豪華裝修，喺精明嘅新時代面前，反而變成沉重嘅負資產。呢場商業模式嘅殘酷對決，撕開咗傳統服務業嘅底牌。連鎖巨頭嘅倒下，並唔係輸喺器材唔夠先進，亦唔係輸喺教練唔夠專業。佢哋真正嘅致命傷係將極度昂貴嘅核心地租包裝成健康生活，強行轉嫁俾無辜嘅蘇弗沙。當呢套轉嫁把戲被市場識破，
成個建立喺虛火之上嘅商業帝國自然土崩瓦解。時代嘅巨輪一旦轉動，就絕對唔會逆轉。24小時輕資產嘅崛起，標誌住實體服務業嘅定價地基已經徹底中暑。Sophie's Hub 50荷包嘅防禦性心態，亦迅速向其他零售行業蔓延。當 Sophie's Hub 不再信任預繳模式，背後依賴高槓桿擴張嘅實體服務業，正面臨更深層嘅時代出清。海關不良營商手法調查組接獲大批市民舉報，執法人員正式立案調查涉事健身中心高層到底有冇喺明知頂唔順、無法繼續營運嘅情況之下，依然指使前線職員瘋狂收取顧客預繳款項。執法人員迅速採取拘捕行動，直接鎮穩實體零售服務業。海關今次引用商品說明條例，重點打擊不當接受付款行為。過去業界慣用嘅拖延戰術喺法律條文面前徹底失去效用。執法門檻嘅全面收緊，令到市面上仲想靠預繳套票續命嘅商戶人人自危。過往橫行無忌嘅硬銷手法，變成你隨時惹上官非嘅定時炸彈。喺高息環境持續嘅大氣候下，普通市民嘅消費心態出現咗根本性轉變。大家面對生活同供樓壓力，個個採取防禦性儲蓄，手頭一定要留返足夠現水。冇人再願意隨便簽3年長約，將幾萬蚊現金鎖死喺一間隨時可能執笠嘅實體店入面。當全港數 Sophie's 集體50荷包重資產預繳商戶嘅資金鏈即時面臨滅頂之災。以前靠月收未來幾年錢去撐住眼下龐大營運嘅模式，只要新客源一斷，成個現金流即刻斷等。銀行見勢頭唔對，亦全面為水喉收緊信貸，不再為高風險商戶提供過求貸款，令殘局無可挽回。呢場預繳神話嘅破滅，好快引發骨牌效應。除咗連鎖健身房之外，同樣依賴大額預繳模式嘅大型美容院、連鎖培訓機構同婚宴餐飲，相繼湧現結業潮。一間又一間名牌老店喺毫無預警之下突然拉板，街坊望住手上面成沓套票，除咗無奈納氣，根本求助無門。商業物業嘅大業主同樣要為呢場危機埋單。核心商業區同大型商場入面動輒上萬拉嘅巨型鋪位，喺健身房清盤之後陷入長期空置。就算大業主肯大幅減租，市場上亦根本揾唔到有實力承租萬拉巨鋪嘅新租客。商廈嘅租金估值天花板被打破，資產面臨沉重重估壓力。眼前呢場連環清盤潮，絕對唔係個別老闆經營不善，佢本質上係香港過去30年依靠先收未來錢填補天價租金嘅舊商業文明走向全面終結。當社會嘅信任基礎被連環結業摧毀，任何試圖用預繳套票轉嫁經營風險嘅商業遊戲都已經被歷史徹底淘汰。實體經濟嘅重構過程雖然痛苦，但亦迫使市民學識資產自保。面對一間間空殼公司一味喺門口抗議同抱怨，根本攞唔返自己嘅血汗錢。面對不可逆轉嘅行業雪崩，受害嘅中產會員與前線教練必須立刻啟動最硬設嘅法律金融自救武器。苦主會員翻出信用卡單據，喺商戶停業120日內向發卡銀行提交爭議交易索償表。千祈唔好坐喺度等消委會，因為國際信用卡組織一早設有退款保障機制，只要商戶無法提供服務，持卡人就有權利申請退款。如果當初你係一次過俾錢，而合約期仲未完結，成個退款程序相對直接。你需要準備好實體合約、扣款記錄同門口張結業通告，白紙黑字證明商戶違約。發卡銀行確認單據齊全之後，就會透過清算網絡直接向收單行扣返未用堂數嘅餘額，將現水退返落你個戶口。最棘手嘅情況係簽咗信用卡分期付款嘅苦主，發卡機構通常會推搪，話分期屬於個人無抵押貸款，逼會員繼續每個月硬供。面對呢種霸王條款，會員絕對不曾妥協，第一時間要向金管局投訴，並且向銀行提出正式書面抗辯，要求按受害人原則暫緩追討。銀行雖然將錢一次過俾咗商戶，但收單行同發卡行之間存在嚴密嘅風險控制協議，苦主可以要求銀行凍結爭議款項，同時向消委會同金管局立案施壓。只要集合大量投訴形成輿論壓力，銀行為咗商譽
往往願意欠商撤銷餘額，或者將未供完嘅借貸大幅減免。被拖欠薪金嘅基層教練行動更加要快人一步，大家唔好再輕信管理層嘅空頭支票，第一時間帶齊僱傭合約、出糧記錄同欠薪證明，親身去勞工處勞資關係科立案，千祈唔好等破產管理處慢慢排期，因為申請破欠基金嘅法定時效每一日都喺度倒數。勞工處開立檔案之後，教練可以要求法援處協助，向法庭申請將欠薪公司清盤。一旦清盤令正式群報，就可以全面啟動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嘅特惠款項申請。基金會優先墊付4個月底薪、代通知金同累積假期補償，幫基層員工喺最快時間內攞返應得嘅血汗錢。城牆資產保衛戰嘅核心根本唔在於去示威或者向空殼公司哭訴。一間已經執笠清盤嘅有限公司，賬面上一早就冇任何資產俾你追討。真正聰明嘅自救策略係繞過無賴商戶，直接利用銀行體系嘅退款機制同埋政府法定嘅特惠基金，精準截留追回損失。金融遊戲嘅規則雖然殘酷，但只要你熟悉背後嘅法律同退款流程，散戶一樣可以揾到防守嘅缺口。與其喺網上無奈攬氣，不如立刻執齊單據採取行動。唯有掌握專業金融維權武器，先能夠喺實體崩塌嘅殘局入面，最大程度保住自己嘅血汗錢。過去30年，香港實體服務業一直迷信一套黃金公式，好多老闆以為只要落重本豪華裝修，喺核心地段租個萬籮巨煲，再靠前線推銷員狂賣大額套票就可以無本生利。但係隨住巨頭一間間清盤，呢套依賴先收未來錢、鎖死客戶幾年嘅營運神話，喺信用破裂面前正式灰飛煙滅。消委會堆積如山嘅投訴同埋破產管理處嘅清算名單，已經俾出最冷酷嘅答案。任何試圖將自己嘅營運風險透過長期合約強行轉嫁俾蘇黑沙嘅商業模式，終究會遭到市場無情過氣。蘇黑沙嘅信任一旦徹底崩潰，任憑你門面裝收得幾咁奢華，都無法再吸引大家銀荷包簽低長約。未來健康嘅實體服務業生態必然走向徹底透明與平等。真正可持續嘅商業模式只會建立喺單次付費、按月訂閱同埋真實交付之上。經營者手頭上嘅現水必須來自每一個月客仔對服務嘅滿意認同，而唔係靠財務槓桿同個人信貸夾硬滾出嚟嘅虛假繁榮。仲喺度沉迷預繳擴張嘅舊式商家，只會加速走向淘汰與滅亡。佢哋每個月要應付沉重嘅固定成本，但係市面上已經冇客肯簽長約滾資。相反，順應輕資產高透明度嘅新一代品牌正以極快速度佔據市場空白。佢哋無需背負沉重包袱，憑住靈活同效率喺市場洗牌入面穩步壯大。呢場洗牌話俾所有創業者同投資者知，真正嘅商業實力從來唔在於你賬面上預收咗幾多億資金，預收翻嚟嘅錢唔係真正利潤，而係隨時要償還嘅沉重負債。唯有每個月憑住真材實料，扣除所有成本之後，依然能夠創造出穩定嘅正向淨現金流，先係企業活落去嘅定海神針。對於廣大嘅蘇菲莎同中產家庭嚟講，呢場風暴同樣係一堂昂貴嘅金融防禦課。大家開始深刻明白，唔實荷包唔單止係防禦性儲蓄，更加係攞返定價話事權嘅唯一途徑。拒絕長期預繳，堅持按月交付，就係保護自己辛苦賺返嚟嘅血汗錢。最堅固嘅防禦工事，實體商業嘅秩序正在被重塑。舊時代嘅泡沫退去之後，留低嘅只有最真實嘅價值交換。大財團依靠財技，呼風含雨嘅日子已經過好。市場嘅底層邏輯，永遠尊重誠實交付同靈活應變嘅人，睇清商業底層邏輯嘅人，已經喺消費大洗牌嘅時代入面，築起守護自身資產嘅最後防線。時代嘅浪潮無情屠洗緊每一個行業，留低跳務實嘅生存者。連鎖健身房預繳幾萬蚊套票瞬間清盤，到底係經營者明知頂唔順，仲特登掠水詐騙，定係香港天價商廈鋪遭逼到服務業注定無路可走？你有冇試過買預繳套票中伏？留言區話我知你點睇。